后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15。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伫台北车头顶一日是传出性侵的案件。这是一个外国游客伫10月7号下晡，发现有一个查甫人伫车头的大厅，甲一个啉烧酒醉甲唔知人的查甫人性侵害。赶紧看到了后，赶紧报警察。警方到场抓到这个歹人，发现伊是一个通缉犯。来关心花莲马太安溪房山湖的水灾，早暗原民会和花莲县政府甲相关单位是去讲互国小甲在地灾民进行第2届的协调会。因过有灾民是不满其地，敢若咧讨论原住民正生气就离开。因来协调会是尾啊开到暗时9点，相关的意见政府部门讲会早登去研究，做未来中间的意见参考。没关系。看起没意义啊，看不起啊。今天是我们自救会的会议就要未开始，就人因为这个那边讨论原民相关的代志受气离开。主持人定清讲，这是马太安部落自救会主动邀请，因故一个人依然无接受立场，但是大部分的人也是留来讨论，按伫中介选所在特地做册，也个产地再生。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官员走到我家。我靠的是志工。在民讲，最后拢是去刷掉超领导3工，政府拢无派人来关心。另外，中介户的分配，灾民也拢唔知。我家整个都被淹掉了，我的农业损失，房子5秒钟全部归零。刚刚听长官讲了。受灾户登记了中继屋几十户，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被登记在那里面。废校之后，我们有委托有一些花莲县女子就是烫发美学职业工会，他们做那个南区的训练场所，因为他们现在闲置在那边。那如果假设国都署选定这个地方成为东某家里洞这个部分，它可以做中继屋的搭设的部分的话，那我想我们花莲县政府一定是全力的配合的部分。原民会副主任讲，进前北北防灾因为沟通无够，产生一寡问题。这边讨论按伫中介甲中建，主要是以离灾无离村、离村无离乡的方向来做。会议昨暗9点结束，部落的主席讲，虽然官员无法度回答所有的问题，不过会甲意见早登去，以后会继续邀请政府讨论灾后重建，也提醒做人要做好长期自立重建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国河乡灾后甲当时也搁咧整理，讨论真久的铁路计划，目前嘛已经有结果。县府初步是确定讲，要放弃爬起哩楼顶避难的这款方式，拢改做爱用疏开的方式来撤离。前进协调所表示尊重，也若目前是有一个风台正在形成，总协调官桂连成伊就表示，希望利用这届的风台来执行相关的撤离计划。山坎的大片污水稳定流出，中央出动空吸机，每日观测马太安溪房山湖依照实时记录，吐水量155万吨，水位1019.7公尺，溢流口倒环报名也有大约1亿立方公尺的土沙堆积，无明显变化，当前维持红色警戒。不过未来几日，风台形成的几率悬，都惊影响台湾，一直讨论的退离计划，即马也有结果。放弃原本的随地退离版本，初步定调改用疏散退离。县府大概有个变化，就是推翻了垂直撤离，还要采取疏散撤离。那不过这一点我是尊重县府的意见，因为毕竟来讲，这个撤离计划是由县府来执行的。依据我们中央前进协调所在10月12日讨论出来的疏散撤离应变计划。调查内容包括民众实际居住情形、撤离能力以及撤离方式。风城风台就要形成，气象署派人进驻协调所协助。中央说明，风台进入警戒区的24点钟之前，随启动撤离作业。警戒区的弱势族群、长者、病患、有生的人，甲还未读册囡仔等人，全面强制撤离。共款爱疏散的，也有被帮式客家居民。伫帮所湖的 CPS 警报发布了后，无分年纪、身份，所有人拢总撤离。这个人数一多的话，我们真的是不好举的啦。
我们是以垂直避难为第一个要求啦，淤青啦，或是说收容所啊，还是说我们这位试点就是要中央还是说地方的协助啦。24小时要撤离的话，可能有些困难度啦，有的没有赖嘛哈，有的老人家不知道，有的坐轮椅的，警方来协助比较，有时候我叫消防队也可以，消防队来帮忙载。一代即摆风台形成，影响台湾都会实际进行。也毋过强制疏散人数，一摆就是数千人，时间敢是充足，人力敢是有够，引起当地村长等人的烦恼。贵人想讲，都当作一摆压力测试，到底实际执行状况安怎？由台后求检视。国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疾管署昨昏是表示，咱国内伫顶礼拜各加70个的流感的重症的人数是这10年来同期第3高。另外嘛有10个流感重症的死亡个案，拢是无注意放射，当中嘛有8成是有慢性病。所以疾管署就提醒讲，65岁以上有慢性病族群，拢是重症的高风险族群。若是还未注意放射，就要赶紧去做。疾管署监测国内疫情，顶礼拜类流感门急诊就诊有13万外诊次，虽然比前一礼拜降10.2%，也毋过推估是因为连续假期部分门诊休诊，目前社区中流行的呼吸道病原体以流行病毒为主 ，A 型 H3N2 较侪，过来是 A 型 H1N1 的 B 型。目前我国国内的一个流感的疫情呢，仍然处于流行期。邻近的国家呢，就像日本呢，那目前流感的疫情呢，也有升温的一个现象。统计顶礼拜增加75例流感并发重症10例死亡，其中1位68岁男性有心血管等慢性病史，出现发烧加30日内病症变作肺炎，最后不幸死亡。防疫医师指出，这是典型的流感重症病症，高风险族群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他在发病之后大概10天因为严重肺炎、呼吸衰竭就过世了。那这是一个流感重症很典型的病程，那也是我们高龄者、慢性病长者我们最害怕见到的一种临床状况。我们自己的研究也显示说，流感疫苗对于重症和死亡的保护力分别可以到65%和75%，所以对你的健康是非常有保障的，请赶快去接种。因应流感重症病例是10年同期第3高，加做疫苗比往年较侪人，疾管署也搁增加买20万剂疫苗，有计11月中旬配达各地。疾管署监测附近国家疫情，日本20月初3已经宣布进入流感流行期，比去年提早5礼拜。香港也出伫流行观点，提醒符合公费注射资格甲有出国需求的人，拢爱赶紧做疫苗，提升自身的保护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目前咱国内流感的疫情当地行，疾管署是呼吁民众就要赶紧去注意放射，尤其是老人和细汉囡仔，拢建议爱做。原来即马有病院推出用喷片仔的流感预防射代替用注射的，也毋过目前健保无给付，要用就要家己开钱。流感疫苗免注射，改用喷片仔的嘛会使。有的囡仔惊注射，所以有病院推出喷片仔的流感预防射，用喷的，毋是用注的。虽然爱自费，但是家长也真愿意开这条钱。鼻喷剂就是其实事前沟通都会他会比较安心一点，因为没有侵入性，会比较舒服。然后就是他恢复情绪也比较快。疾管署表示，国内流感已经是流行期，公费流感预防射10月份已经开始注射，建议老人甲囡仔拢爱做，避免感冒变重症。医生表示，儿童患着流感会一直发烧、烧真悬，严重会引起肺炎。呼吁家长爱带去注射，也是用自费喷片仔的。基本上，我想打针的部分，它的效果跟喷鼻子都是有验证过，都是有效果的。双方都痛苦的状况之下，有一个选择。那我想也是提供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让他们来选。不管是注射也是抽血，看到针头囡仔拢会惊，为着减轻因的压力，北医也对日本引进微量抽血技术。10分钟、5分钟报告就会出来的。会这样使用，是因为在门诊的时候，需不需要开抗生素，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个决定。那有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在我们在医疗上面选择，是给我们很大一个参考。北医表示，不管是注预防射也是抽血，拢是囡仔惊互医生看的压力来源，创造友善的医疗环境，就是希望互囡仔会当安心看医生。记者陈心龙、谢桂玲台北报道。
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美中贸易战继续炭烧，即马是烧到航运业。美国政府对14章开始对停伫美国港口的中国船只要收港口费，也若中国这边嘛随提出反制，也针对停伫中国港口的美国船只，即马爱收特别港务费。来看自由时报。中央航空几若年前有一个派驻伫中国四川政教的代表涉嫌互中国吸收去，伊几若届向陆委会官员探咱国家的机密，嘛阁想要用10万块来讹洗官员，尾也互拒绝。昨昏这个查甫人互起诉。继续关心中国时报。每年1月份开始，70岁以上的时段，若是自愿甲驾照交登去互政府，交通部就会送 T-Pass 坐车的补助，用敬老卡、社福卡也有50%的回馈。也就是讲，你开1000块，后个月你当赚500块，每个月上侪会当赚1500，2年落来上侪会当赚36000。嘛是和钱有关系，只是普发现金1万块。即马立法院调查党团已经达成共识，按算伫拜五的时要完成3读，未阁提出复议，所以上紧呢是1个月后就当领到这条钱。关系民众期待真久普发现金1万块的论成特别预算案，立法院15号要进行第2轮预算提案的调查协商，预定17完成3读，而且无提出复议，也就是普发现金的预算，渴望这礼拜5 3读过关。我们在这个礼拜5排入议程，而且一定会完成3读。你一些先期的作业可以先做，快马加鞭快的话，应该10月底可以领到钱。那最晚应该11月中就可以领到这1万块。这个时间点呢，行政院也要把握。既然要发放的话，时间当然是越快越好。发放的行政程序上能够简化能够提高效率，能够加快速度。主计总处评估，普发现金可以带动 GDP 0.6的成长率，特别是对于民生消费的提振，让全民都能够过一个好年。若是预算案拜五会当通过，佮经过总统赶紧公告生效，全面普发现金1万，上紧有希望11月中下旬开始执行。不过另外一方面，在违法争议还未解决，行政院要提修正版本，希望会当达到徛伫事权会当划分，水平财源会当平均。也希望地方拿到更多的统筹分配税款，要承担更多的地方自治事项。因为再违法修正，国民党团原来有家己提出版本，伫这个会期列做重要优先法案。民进党立委赖瑞良原来有提出修正案，未来行政院甲调查安怎沟通，也是一个挑战。记者采访报道。伊若受美国关税无确定性的因素，也有新台票汇率的影响，但国内的工具机械产业冲击是真大。即马有真侪工厂拢减班休困。相关的产业工会即马都呼吁讲，产业就要趁这波赶紧来转型，加入 AI 运用，安尼才会当创造新的价值。也若经济部嘛有提出50亿，提供予各大制造业会当带薪来买咱国产的设备，来扩大类似的市场。全台湾工区机业者组织召开会员大会，解散干部也同齐夹头脑找出路，面临美国关税的无确定性，加新台票对美金为2021年以来的变大幅度，不如竞争对手日本真济，造成台湾设备售价优势消失，出口调大减少，已经有部分工厂帮无成假的业者认为政府爱提出办法，降低冲击程度。对我们出口业者来讲，工具机业者来讲，它应该要适度的对我们有一个缓冲、一个活路。慢渐进式的，要不然的话，我们整个市场是整个受到冲击的。根据台湾机械工业农业工会统计，初期美国集团对顶关税实施92企业都提早出货运营。6月工具机对美国出口成长达到57.4%，7月对美国出口降26.4%，8月更加达到32.1%。台湾工具机甲零组件工业农业工会强调，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甲市场版图变动等新局势，数位转型特别 AI 运用才会当创造新的价值。互补性的商业模式，甚至我们的 AI 的运用，这个是现在我们这个需要很重要，大家一起来怎么样团结来做转型。一般转型一个案子的话，最多可以到500万嘛，那里面就可以最多可以编到40%的设备费这样啊，因为有很多家厂商嘛，就加起来的话就是会有50亿这样。
经济部最近宣布，会透过研发转型计划支持各大制造业优先买国产设备，提供受对顶关税冲击的制造业个案向相关补助，新台币500万，设备购置费相关会当占40%，用来扩大类似市场，协助产业渡过寒冬。相关经费已经达50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因为为美国总统川普做中人斗超测，以色列和哈马斯10月13已经依照停火协议完成第一阶段人质的交换。以色列是甲1950个巴勒斯坦人放出来，也让哈马斯嘛甲20个以色列人质，也有4个已经过身人质的遗体行转去。互哈马斯关738天，拢总2年外以色列人质卡尔冯伫病院看到亲人的时阵，欢喜甲哭出来。说来甲亲人一直相揽，有偌思念，直接就看会出来。家境期间所承受的身体甲心理折磨，伫这个时阵全部拢投放。以色列剩下的20个人质13陆续释放，因透过红十字会的协助，坐直升机离开加沙，由专车送去雷姆军事基地的病院接受检查治疗。说来甲亲人团圆，因送件时阵欢喜甲哭出来，边的以色列士兵嘛拢真感动。I was so nervous. I was so nervous to meet him in the first time, and it was so exciting and moving. There is no words to describe how we feel.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really. 4个已经死亡的以色列人质遗体嘛，伫13互人送倒转去。车队到特拉维夫的时阵，边的家属摕火速迎接。伫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在红释放的巴勒斯坦人的车队，有上千个民众伫路的迎接，有家属等未赴巴士停车，就要去车摊甲亲人相见。الشعور لا يوصف انك تشوف الشمس هذا اول شيء، ثاني شيء انك تشوف الشمس من غير شبك هذا شعور لا يوصف. ويديك محررات من الكلبشات ورجليك محررات من الكلبشات هذا شعور لا يوصف. 以下停火协议已经完成第一阶段人质互换天数。美国总统川普13原来出席伫埃及举行的高峰会，甲埃及、卡达、土耳其讨论加沙停火了后的事项。因为以色列甲哈马斯无出席峰会，所以双方什么时阵会当达成真正的和平，也唔知影。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伫英国的司法单位伫去年有起诉2个英国人，讲这2个英国人替中国咧做间谍。也毋过2005年9月份的时，皇家检察署是撤销这项控诉。这件代志伫英国政坛有引起风波。即马在野保守党13个时伫国会就质询，就批评讲，广东政府是为着要甲中国抱，才会甲这件代志呼呼的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13个英国下议以炮火是真凶，针对2024年起诉2005年所雄雄剔过的间谍案，在野的保守党大骂执政的工党，敢若想要讨好中国，无得管国家利益受损。The trial has collapsed because for months and month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refusing to give the CPS vital information. This wasn't a mistake. This wasn't a misunderstanding. This looks like a deliberate decision to collapse the case and curry favor with the regime in China. 执政党是强调讲，司法机关独立决策，唔是行政部门叫伊安怎就安怎。Suggestions that the government concealed evidence, withdrew witnesses, or restricted the ability of witnesses to draw on particular bits of evidence are all untrue. 这个引发中英两国关注的间谍案，起因是2个英国查甫人凯许和贝瑞，互指控讲在2021到2023年的期间，替中国收集关系到英国国安的机密资料。2个人在2024年的4月，互检方照官方保密法案来起诉，但是2025年的9月，英国皇家检察署所雄决定撤过，理由是行政部门无正式指定中国是英国的国安威胁来源，无法度提供事证，造成本案无法度来继续审理。英国金融时报伫10月初报道指出讲，有资深的官员认为讲，史凯尔对告是故意在阻挡间谍案的调查，造成这案落尾无结果。对这当阵当出访印度的史凯尔虽讲唔是安尼，只讲承认保守党政府才应该负责。The trial would have had to take place on the basis of the situation as it was at the time under the previous Tory government. So whatever their position was,
was the only position that could be presented at trial.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是讲，英国并无正式指定对一国是个案威胁这种权利，但是法界人士质疑讲，检方就算无经过这关，共款会当甲案件办落去。BBC 指出讲，伫广东政府就任以来，中英两国的政府高层往来是正接，部长级的官员一直咧互访，指控讲是为着加强经贸去讨好中国，已经变作世界儿对国家头疼的问题。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是搁一摆对委内瑞拉在毒品的要来美国的船只发动攻击，有拍死6个买卖毒品的恐怖分子。若发生社是报讲，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这款攻击已经造成27个人死亡。继续关心《纽约时报》有报讲，中国对今年5月份以来，就无搁向美国买黄豆。即马美国总统川普批评中国这款行为，就是要造成经济上的对立，所以嘛放调讲美国打算采取报复行动。来看日本。日本的前防卫大臣木原稔参加台日半导体同盟的研讨会，伊是表示，半导体即马已经相关到国家安全保障的层级啊。日本和台湾应该爱合作来强化对美国的压制。伊嘛表示，以地缘政治来看，台海敢无安全、敢无稳定，这是会影响日本敢无安全，也就是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镜头等下讲来关心台南有报一个。有一间私立的幼稚园的助理教保员，伊是甲囡仔翕相，甲这相片拢放去伫伊个人的社群平台，内容是伊甲囡仔口洗骂垃圾话。有民众甲检举了后，这个助理教保员已经甲伊社群的口座关起来，人也已经离职啦。也毋过教育局即马是强调讲，就算已经无做啊，嘛是会继续追查敢有违法的行为。幼稚园的囡仔伫教室内面咧活动，也是咧户外做伙翕相这相片，拢会甲家主一寡有侮辱性，也是歹听的话，甚至面貌互公开。台南有民众伫社群媒体发现这相片，甲囡仔的头像炸掉了后，向教育局来检举，因为发文者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老师难免会有情绪，是 OK 的，只是他公开那个小朋友的脸蛋，甚至学校的衣服，我就觉得不是很好。台南市教育局和社会局10时接到通报了后，入园去调查。园方讲，这传相片的这细蛋的助理教保员，伫这做工课差不多1钟外，平常时表现真正常。因为 IG 是个人的私领域，内容不当，已经要求伊关起来。这个助理教保员嘛已经离职。不过教育局强调讲，就算已经离开这个头路，共款的依法来追查违法的行为，会和社会局调查敢有违反绩效法。那本人对于教职员工日后在各大社群网站。将更加宣导、更加的教育，绝不容许有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台南私立幼稚园的幼保员出现不当的行为，但公立的幼稚园嘛发生不当管教。有家长投诉讲，3年前伊有伫教生新婚的囝读大班的期间，互姓黄的教保员无代无志发徛，白带伊的受教权，阁无互伊去辩诉。最近已经准备上课的录音做证据去申诉，但最后的裁处说是不当管教，毋是体罚。他是认定他是不当管教，可是依照法规，不当管教是这个案子其实不能算不当管教，应该算是不当体罚，因为小孩子并没有做错。相关的事证当中，可以去认定老师有违法行为的地方，也都已经按照规定做一个查处，所以绝对没有对任何老师有包庇或者是不处理的一个情形。针对家长指控讲教暗砍，教育局强调讲有依法裁处，教保员嘛已经调职，但是家长认为讲对无责任的教师，教育局应该更较积极来处理，无应该安尼轻轻啊放过，才会当防止考到囡仔案一直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伫丰原高中有一个高中生长期互教师霸凌，尾啊，这个学生囡仔想袂开行底路。其中内底有一个牵涉不当管教的学务处人员，和学校调解了后，学校是甲伊撤销记过的处分，这是引起议员批评，讲学校伤过恶质，即马要求台中市政府一定要严格查办。滥用法律资源，撤销处分，守护孩子承诺落空。
开标语大社会，民代甲金本基金会执事开记者会，约出2023年政经社会台中市丰原高中高二学生登记予7个师长集体霸凌行底路案件，其中一个姓黄学务创新情员不当管教霸凌，经过调查事实，当事人指控4年10月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调解了后，学校竟然同意撤销记告处分，被批评开后门恶例。他的一个诉讼代理人，既然是学校里面的一个校安人员，所以呢，这个校安人员就代表了整个台中市市政府的行政体系吗？此例一开之后，我想会造成日后更多的不适任教师会想要去要求，无论是要求、威胁、利诱，去校长去做这样子的调解的会议。今年3月，监察院公布调查报告，真正学校无照规定，在事件发生了后5天内开校事会议，定书明显有疏失，纠正台中市府甲学校。人本批评即马阁压出全国第一霸凌成立、属下和解撤销处分的案例，加速推翻学校教评会、教师中庭委员会等行政调查结果，安怎对全国人民交代？就会严惩相关的一个学校校长跟行政人员为何做出如此不符合社会正义的一个措施。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姓黄的学务创新情员不当管教是事实，学校向处分定数无下，这原因同意撤销记告处分，而且无保证处分，会调查来严厉处分，未来通令学校甲当事人调解爱报局审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铁伫9月2日推出零值车厢这个政策，实施还未1个月，有引起真侪讨论，嘛引起批评。这是有家长表示，即马带囡仔坐高铁压力真大。也有时代力量是要求高铁爱取消零值车厢，改推出亲子车厢这配套。嘛有民进党的立委是要求高铁零值车厢应该爱排除囡仔和特殊的旅客，安尼才会当避免歧视。取消临近车厢，友善育儿环境。要求高铁全面取消临近车厢，时代力量参其他小党伫咧立法院外口抗议，也有民进党立委招家长召开记者会。有家长表示，高铁实行临近车厢，带囡仔坐车的压力是比以前更较大。也有家长讲，家己的囡仔有自闭症，当咧学讲话嘛无法度控制行为，就要去互高铁人员夜班要求爱点点。然后，因为我们是有特殊生，那也会有人说特殊生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就是友善跟包容，它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空间。更较重要的是，咱要公共政策安怎制定，才有法度来打造一个互家长会使安心。会使自在带囡仔出去外口。针对这寡争议，时代力量要求高铁全面取消临近车厢，推出亲子车厢，就要提出符合儿童权利的相关配套。因为民进党有立委是要求高铁应当伫政策当中明确排除囡仔和特殊需求的旅客，避免歧视。应该要更聚焦，包括可能类似是3C 礼貌运动、手机礼貌运动等等，会是更适切的。又或者是推出亲子车厢。政策文字中应该明确排除婴幼儿及特殊需求的旅客啦。那列车服务人员应该接受相关情境的训练，避免误导误判或者是歧视。那第4个就是希望可以建议以示范棋方式来进行，收集各族群的意见。高铁是回应讲，因为做调查有90%的民众支持车厢的临近政策，有高度的社会共识，嘛强调是针对讲电话用3C产品无挂现机抄到别人的行为，不是针对囡仔。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确实在一线的时候，他们在一些状况的拿捏上面，我们一直在讨论啊，也要再做一些精进。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持续会在做的。那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在车厢上面，文宣已经做了一些调整。高铁表示，针对各界意见，目前已经把临近车厢的涂骹换掉，会过来检讨，嘛会改进高铁人员的教育训练，也呼吁社会对囡仔和无共需求的人，就要有更较大的包容，来打造更较好的公共运输环境。记者卢尚珠、曾春瑶台北报道。来关心中央航空有一个空服员，进前身体无爽快，佮去上班，对国外飞转来台湾了后，去住院买啊全过身，伊伫昨昏举办告别式。有同事即马是指控公司请假制度有问题，工会嘛表示，中央公司请假制度真严格，安尼影响员工的福利和健康。也劳动部表示已经启动调查。
细顺的空服员的同事是真悲伤，阁唔甘，大家拢来送伊上尾一程，对失去一个好姊妹啊。同事指控讲是公司的制度，才来造成这个不幸的结果。公司的排班制度，还有我们的调班请假，都是造成今天最终的这个结果，身体自主管理还有健康都难辞其咎。在中央航空做工课的细顺的空服员，顶个月25执行飞米兰的勤务，所伫飞程的时阵身体无爽快，但是同事指控讲，迄个航班的座舱长技术无启动机上卫生医疗系统，阁叫伊继续执勤，结果伊当来台湾了后，伫初10过身，家属伫14举行火化，中央除了送火拿，嘛指派主管去现场致意。工会团体是阁一摆指出讲，中央的管理和排班的制度是有真大的缺失。他的调班跟选班的资格，都会受到他请临时特休或请到这次跟本案相关的病假，都会受到剥夺。那除了这之外，他们的考绩会被加重惩处。那因为扣分，大家就是自我控制，不敢去请，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空服员的圈子里面是非常反抗、非常觉得不合理的一件事。两大工会指出讲，同市政府应该针对其他长班的组员来做访谈，了解客观的情景。另外，对空服员的出发前的规范，嘛要做通盘的检讨。另外，同市道检处指出讲，细顺的空服员最近半年工时和请假的记录，目前查出来是拢个符合劳基法的规定。接落来嘛，厘清敢有请假妨拒绝的情形，而且做职业病的调查。劳动部表示讲，嘛会启动调查。长荣航空的违法的记录的确不少哈，那我们认为，公司应该要诚恳的面对基层员工的声音和需求，好好的和工会来协商哈。翁新涵表示讲，针对这个事件，会找相关的组员和利害关系人来访谈和厘清，但是无法度确定报告出来的时间。另外，敢会认定讲是职业灾害的部分，佫需要专业调查和判断。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嘉义大南有一间做巧克力豆的观光工厂，外观看起来亲像香港是台湾版的迪士尼。那这件代志真正有影是引起美国迪士尼总部的关心。不过业主有解释讲，伊是用10天的时间去规划的，伊这建筑毋是仿的，伊是希望打造在地的文化地标。亲像欧洲城堡的建筑，还未到营业的时间，外口就有排队等要入去参观的民众。这个日嘉义县大南8月才开幕的巧克力豆观光工厂，因为园区内底的设计，互民众甲合作是台版的迪士尼。迪士尼有成嘛？一点啊啦，无讲介成啦。嘿啦，对嘛？伊就起尖尖啊，颜色要共款啊，真正认真看嘛，无相像。就很像啊，就进来就是那种梦幻城堡的感觉啊，就是让人家一直想拍照的那种欲望很强。业者表示，因的团队有在国内外游乐园设计园区的经验。这个观光工厂的园区是创办于10年前，结合自身的经验甲细汉时的梦想所展现的成果，不是去模仿像的物件。不过因为游客伫网络的分享，讲这是台版的迪士尼，所以嘛引起美国迪士尼总部关注。像之前我们也是在国内有承揽剑湖山世界跟义大世界等等，然后甚至我们之前也是有做到上海迪士尼的3大主题园区。其实我们就是想要把我们的工艺以及梦想带回到家乡，然后再融入家乡的特色。城堡的建筑风格内底是巧克力豆的观光工厂，业者主动澄清，甲迪士尼无任何关系，甚至展现当初是设计的手稿，希望用在地的原创文化去展现台湾的创造能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所以检查来宜兰市的雪水路敢若6米宽，而且伫国道5号开通了后，车变甲真济，路阁下。当地里长统计讲，伫遮一年就发生10多件车祸。尾仔呢，伊就写批向总统府申请，希望讲这条路敢袂当来分跨。不过县政府表示，当地有192县道，阁有几条大路，呼吁民众会当改行别条路。暗时电话无3更，监视器画面，一台轿车拄要起行，就摔伫沟仔。这是宜兰市雪水路，当地定传出类似这种摔伫沟仔的事故。根据里长统计，一年就发生10多件。今年1月份到现在掉到这个位置有8件，在这前后路段有交通队来处理有4件，加起来总共12件车祸。里长为地方清平写批去总统府。
希望会当拓宽雪水路。伊讲，这原本只有6米宽的路路，也毋过自从各国开通了后，车流量真大，尤其甲而且更加侪，希望公部门会当协助加强夜间照明，甲协助道路拓宽。家己赛车经过雪水路，发现小险车确实无简单。外地人用导航，因为路程较近，也拢会指示用路人经过雪水路，是当地车流量一直真侪主要原因。修这条，必须要拓宽。基本上 Google 导航都是上雪隧都是第一优先导航，就是水隧路这一条上国五宜兰交流道。七张路目前的道路容量是宽裕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民众如果要往高速公路宜兰交流道的方向那应该尽量利用我们的宜12线7张路。县政府表示，雪水路是农路拓宽的关键时期，宜兰市公所因为当地东西向去各个的道路，也有7条路甲192管道，容量是有够的，也是呼吁用路人加利用，唔通开伫道路下的雪水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前行政院长张俊雄的告别式10月11日是伫高雄举办，包括总统赖清德、前总统蔡英文拢有到位。毛民众走伫路边想要翕总统的车队，尾啊，互警方阻挡。警方佫甲讲，安尼有可能违法。那警方尾啊是解释讲，是因为这民众想挖进关制区，伊才会去关心。我现在指的不是你拍接警等一下我们在执行特种勤务，那你拍特种勤务，那你就是有违反。高雄警部分局员警在一直较前的定清路甲山卡路口执行安全维护勤务，因为东港有总统赖清德、前总统蔡英文的车队会经过这，要去参加前行政院长张俊雄的告别式。员警发现有民众摕相机伫路边等要翕相，向前查问，说要求民众别当翕，若无就会违法，和民众杀不账。我跟他说我要等那个车队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能拍这特种车队，你拍特种车队就是违法。后续他就应该是他们车队已经接近那个路口，然后那个警察就走回去交管，控制那个号志，然后叫另外一个他从对面马路叫来的一个警察来看着我。民众伫现场一直确认总统的车队到底会当翕相无，无人甲回答。事后民众甲代志过程打去网络引起讨论。现场执勤的警务分局表示，东港是惊民众受挖管制区会有安全问题，警察才会去关心，毋是因为翕相违法。远景基于整体安全考量，担心过于专注拍摄，造成自身或其他用路人交通安全影响，所以上前善意提醒当事人，于勤务管制期间，如有误闯管制车道或区域等行为，恐涉特种勤务条例相关法条，并非网传指称拍摄车队即涉法。其实，这种勤务的法条内底并无明文禁止民众翕相。民众表示，警方烦恼会影响交通管制，造成安全问题，这部分伊会当接受。不过，法条读煞了后，伊要确认到底是翕相违法，还是受挖管制区有问题，所拢无得到答案，也可以感觉真无奈。记者关注柯超勇、高永昌报道。台中太平的英雄街有一栋公寓，4楼的一户露台是熊熊规个放落来，家在无去结着人。结果技师去现场看，才发现这露台含建筑物的本身拢无更紧相接。一人住户表示，这大楼35年8号嘛有这款露台，应该全面做体检。透早时阵，车路人甲车拢真少，毋过有真大地的红毛土架熊熊为天顶落落来，除了讲真大声，阁有真侪土粉。住户听到声音，紧出来看，才发现是楼顶规个灰台拢落落来。我是讲是车祸啦。安怎讲？因为半暝啊，边是听要大声，所以根本是车祸尔。就是透早差不多4点，台中太平区英雄街这个主体大楼，第4楼的住户灰台熊熊规个落落来。好在当时是透早，无伤到人甲车。当时住户嘛表示，迄个时阵规家伙拢伫困，无想到无风无摇，哪会发生这种意外？我住10几年了，10几年了。对。哇，这样前面有征兆吗？没有征兆。你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掉下来都没有。都没有。这个应该是钢筋的问题你这样有一户了，就后面就有2户3户一直下来了。社区主义表示，大楼是7层楼，已经30多年，差不多有230多户住伫遮，已经过保固期，责任是啥真歹查，毋过嘛已经向建商反映，希望协助补强。结果技师则是下晡嘛去了解，佮讲灰台的钢筋加结构好亲像有问题。明显这个钢筋的连接是不足的，而且你假如钢筋有连接到那个外墙的混凝土，
甚至里面的钢筋的话，它整个会绑在一起。结果技师是讲，花台虽然有铁机啊，毋过好亲像强度甲密度无够，加注建筑嘛无练落好，技师受来无平均落来。因为其他楼层原有共款的花台，除了爱赶紧全面体检，住户若是发现无正常的壁棚，都爱赶紧通报。记者采访报道。亚伫高雄南马坑的学专路两边的路树是整规排，已经发到3、4层楼悬。因为有民众反映讲，这对因徛家的生活嘛造成影响，所以公园处最近就派人去剪树啊。结果呢，甲树啊是剪甲光溜溜，引起环保团体质疑。也毋过公园处是回应讲，剪树啊的作业拢符合规定。高雄市公园处的工作人员坐吊车去修剪树瓜，因为有民众反映，南马溪学专路两边规排的路树受过头悬，爱公园处来修剪。不过，这款坐头式的剪瓜做法，现在是引起环团的不满。环团表示，这款做法不是正办，那树啊会搞掉病，以后发出来新话嘛袂用，呼吁市府爱赶紧停止错误的做法。断头修剪之后，新长这边烂一个洞，新长的枝条脆弱、丛生、杂乱、丑陋。这是无法复原的，不是我剪的话还会长出来，它永远没办法复原了。这个破坏是永久性的。依据高雄市景观树木修剪作业规范，进行疏枝及降高修剪，并针对树木修剪伤口涂药，避免感染，以保障树木健康及民众居住安全及品质。公园处表示，因为有的树瓜已经影响到徛家的日常生活，进前风台嘛捌互风扇断去地海边的栏杆，这2天才开始派人修剪，要甲大局60丛上过头悬的树啊对头错掉。附近民众嘛拢认同，甚至佫认为爱定期修剪才会安全。去平遐有缀着车。啊，所以你感觉讲这树爱固定修剪就对啊？毋是这尔修较低，较袂危，台风较袂危险。民众看重自身的安全，公园处是顺便期待做。不过，环团表示，这款大树会当小可剪过，无适合坐头式的修剪。已经有大约40丛30年以上的树啊，红错头。毋望市府改变做法。对此，公园处表示，一切依法办理，所有作业拢符合规定。记者柯家族邱用高雄场报道。中华宝岛有一间肥料厂，因是利用笋糖食喷来做有机肥，也毋过附近的居民就反映讲，臭酸味已经互人制止袂掉。因为环保局有去现场勘查，发现这间肥料厂的设施有欠点，有开出3张罚单，嘛要求业者爱伫15天来改善。居民徛伫肥料厂外口表达不满，中华关宝岛镇去年底新起一间有机肥料厂，但是附近居民表示，这几个月来工厂一直传出歹味，闻起来酸个臭，互人制止袂掉。酸个臭，你知无？中昼时啊、下晡时啊、暗时啊，拢总闻得到。他们那边呼吸的权利都无呢。我进前就3个月前，我就有咧甲伊接触，啊，你拢直拖直讲。啊，拖到即卖还阁无一个解决。附近民众吵甲挡袂牢，向环保局检举。环保局表示，这间公司是利用笋糖食喷制作有机肥，本地是收豆泡尔，后来开始收喷。因9月初伫方尾进行空气污染的采样，并无超过标准值，但是发现工厂内放物料的方式无符合规定，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开罚单，业者嘛答应会赶紧改善。也有投资一些喷雾啊，一些相关的还有喷菌这些事情。如果是真的味道这边来，我们一定会负责，而且会把这个事情呢做到最完美。我们会尽力的改进，然后给我们一点时间。9月到10月，阮后来佫有做分别来做稽查，变做讲伊的堆置储存的方式违反规定，所以变做讲这部分阮会依规定来裁罚。环保局指出，目前已经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开出3张罚单，也会继续追踪这案。附近居民是讲，臭味已经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品质，除非工厂解决歹味的问题，若无会抗议到底，要求工厂爱刷走。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南投较侪山，住伫山区也是偏远所在的民众，若是要去看医生，拢较无方便。即马南投的仁爱乡、庆义乡拢有设远距离的医疗平台，也那鱼池乡和中寮伫昨昏嘛已经顺利启用。未来呢，在地人去当地卫生所，就当互台中荣总的医生伫线顶看诊。
南投的鱼池乡、中寮乡虽然不是伫山顶，但是也无都市遐尼利便。在地民众表示，平常时若要看医生，拢爱去到隔壁乡镇的病院，对厝行路到公车站牌加上坐车时间，来回爱1.5钟甚至4点钟是真无方便。啊，坐啊久啊都无方便啊！啊，当时啊，阮后生来用都较知啊。遮若去到台中啦，比如讲坐客运的话，可能嘛是要2点钟，来回拢嘛是要4、5点钟啊。检查话，去拢嘛是3个月一遍。为了提升偏乡地区医疗照护，有社会团体关注包括所谓医疗影像系统、皮肤镜、喙孔镜加医疗检查设备。有关视讯设备未来利用远距医疗会诊平台，伫偏乡的民众唔免搬车去台中市，只要去卫生所，也会当互台中营总的专科医师线顶会诊，并且就近摕药啊。甲医师约好，咱迄个台中荣总迄个远距医疗会诊的迄个门诊的时间，你来到卫生所，就等于讲台中荣总踮咧那一端再帮你看诊。南投县卫生局表示，台中营总伫8、1到8、5，拢会开设的远距医疗专科门诊，有遮个进步的医疗设备加上科技，未来当地人去卫生所预约，就会当互医生看。南投县政府表示，目前南投的真爱信义，甲行启用的鱼池中寮，拢已经有设远距医疗会诊平台啊，也若阁增加陆乡的部分，也会赶紧来争取设置。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9月底是有公布文学金典奖，有真侪作家入围，其中海洋文学作家廖鸿基，伊头摆写的海洋台语诗《天边的白白》这本册嘛有入围。伊是将家己讨海的经验，也各具故事，用讨海人讲话开口来写，希望透过文学作品，互大家了解讨海人的生活和咱的海洋。嘛有人举着万里镜，斟酌每一波每一影。读诗的人是廖鸿基，伊是讨海人，也是海洋文学作家。伊将过去5年的讨海经历，用讨海人的台语开口来写诗，出《天边的白白》这本诗集。伊讲过去因为无爱读册，所以走去讨海，后来才发现原来讨海的生活真趣味、真特别。所以才决定家伊写落来。第一线伫海顶的劳动者，因讲的话实在真趣味啦，哈，那么真侪真有这个哲理啦，哈，我感觉这真水的话啊，真少听到伫咱的社会真少听到因的声音哈，所以我就想讲用因的话用台语来做表达。廖鸿基讲，咧写这本海洋台语诗的时阵，拢是利用搬车的时间来想主题。有过去讨海思念故乡的心情，也有写到伫咧船边的海翁海猪仔，阁有伫船顶悬的对话学到的台语，伊会先甲声音记起来，翻头才去找台语字。头摆创作台语海洋诗，就入围经典奖，伊真欢喜，也感觉受到肯定，未来也会继续写第2本。对我来讲，我就感觉讲，这是真大的肯定甲鼓励啦，哈！肯定就是讲，台语咱这个社会是会当接受的哈。鼓励部分就是讲，更较大野心嘛。作家廖鸿基的文学作品，除了受到文学奖的肯定，未来也会当伫各种的台语课本内底看到，受做教材。廖鸿基讲，文学虽然无法度亲像音乐甲电影同款，真紧就有真大的反应，但是伊相信文学的影响是较深，而且较久长，是另外一款形式的影响力。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最近嘛有一份由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同齐写的报告，这份报告内底显示讲，咱的地球已经要到尽崩啊，达到灾难性的临界点的这卡刀。这是和温室气体有关系，因为包括亚马逊的森林的退化、海水暖化，拢是原因之一。
创水人员落去水底了后，摕色卡一个比对，会当看出这个热带的酸露搭当地慢慢白化。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出钱资助，汇集23个国家，拢总87个机构的160个科学家，开2年的时间，做伙写全球临界点报告。13在第30届气候峰会筹备会议公布，会当看出地球已经到一个灾难性临界点，气候是比预期更较早下过这危险的预定，和全球的热带酸露搭当地快速死亡，而且是无法度逆转的。We've seen an unprecedented coral bleaching event hit 80% of the world's low latitude reefs. So that kind of confirmed our collective deduction that the tipping point, the sort of temperature tipping point for corals was probably below 1.5 degrees C. 专家指出，讲酸露搭伫保护沿海城市和提供人类食物和维持生活方面是发挥关键作用，而且嘛支持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嘛替旅游业炸几十亿美金的观光收益。但是对2004年到2025年，观察到海洋的温度是超过大多数酸露搭的生存极限，和酸湖是快速白化，离死亡临界点的时间敢若剩几年尔。这对外靠酸露搭生活的几亿人和100万的物种来讲，会发生灾难性的结果。We need stronger regulations for reducing greenhouse emissions. The larger countries that produce a lot of these greenhouse emissions to also support and create policies to lessen their impact. 另外，报告内面嘛指出讲，地球各当面对其他关键生态系统放弃的结果，包括亚马逊雨林在气候变迁和人类乌白扑树的压力之下，比过去预期更较紧密到无法度逆转的系统放弃。另外，西南极和格陵兰的冰冠嘛当危险挖进临界点，特别是冰站加速涌起，会杀关全球的海平面。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来看身躯长长、脚短短，这款延长狗古早是协助主人去拍来狗啊，而且呢，唔通看伊脚短，其实走起来是比咱人也搁较紧。伫德国就有一场延长狗走标的比赛，看到真古锥。比赛还未开始，就定位的狗仔就已经开始要冲。在主办单位命令之下，这狗仔就向前冲。德国慕尼黑最近举办国际延长狗比赛，要看3名狗仔走上紧。这项比赛无划分跑道，为狗仔中途就开始算起来，互主人唔知要安怎是好。这查某囡仔抱的延长狗第一摆参加到进入准决赛。Anmelden und haben uns dann, ich glaube im Frühjahr, als es offen war, haben uns direkt angemeldet und jetzt haben wir ein bisschen im Wald geübt und sind sehr, sehr stolz auf ihn, dass er ins Halbfinale gekommen ist und er hat eine sehr gute Leistung erbracht fürs erste Mal, finde ich. 慢看延长狗的脚底，因其是真高运动，上早和人类驯养时阵是用来合作拍拉。过去2年得到冠军的狗仔，40公尺敢若用4.4秒记录，比一般人走800米的速度还佫较紧。放环紧张刺激的比赛来看人狗强武的优美画面。这穿红衫的舞者甲伊的狗仔展现真好的斗打甲技巧，无论是前脚徛、拍破各种伫头壳练，狗仔拢用伫音乐声中甲主人配合甲把，而且毋但一只狗仔跳甲真好，十几个另外一只狗仔共款互人真学乐。Für Swing ist es die erste Europameisterschaft. Sie ist erst 3 Jahre alt, also einer der jüngsten Hunde da vor Ort. Und das wird echt spannend. 这2只狗要参加11月伫上海里举行的欧洲犬步锦标赛，继续互大家欢乐甲惊喜。公司新闻站回并编辑。关心天气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有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1度。外岛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